今晚啊，我哋會上一款嘅貓爪手鐲。呢段時間咧，好多姊妹咧話想揾嘅硬質手鐲，咁我覺得呢隻貓爪手鐲咧就好啱啦。最緊要啊，佢係搲銀噶。如果姊妹們咧中意寓意嘅，我覺得呢一款咧可以安排上，好睇得嚟咧寓意又好好。同時啊，呢款貓爪手鐲咧佢就唔挑人群戴嘅，鐲身咧就做咗光面嘅泥鰍背，好戴得嚟咧，平時又好清洗，唔容易藏邋遢。兩頭咧就做咗搲銀嘅貓爪，所以嘅話咧好得意。上一期嘅直播咧，好多人冇搶到呢款碎冰冰手鐲，今期啊我哋安排咗小克重嘅碎冰冰，同時咧數量都好少。如果中意嘅，記得點入嚟直播間啦。我想問下咧，大家中唔中意銀杯啊？我而家手上揸住呢個咧就係我哋嘅竹銀嘅心經銀杯，我覺得喺母親節咧送俾媽咪咧都好好噶。同時咧日常攞嚟飲水嘅話咧，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呢個銀杯啊，成個嘅內膽咧都係竹銀嘅3條狗嚟噶。各位姊妹啊，你哋知唔知道咧用銀杯嚟飲水咧有咩好處啊？如果知道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同雪梨嗰去交流下嘅。唔知道嘅話咧，可以點一點直播間入嚟。上一期啊，好多姊妹咧都期待嘅石榴石戒指啊，冇同大家上。今期咧都同大家咧係準備上嘅。仲有咧蓮花蓮蓬嘅呢一個兩細寬嘅吊墜咧，亦都同大家安排。我覺得咧搭配埋呢個新品嘅一個 O 字鏈珠仔鏈咧，都非常之特別。雪梨覺得咧炎熱嘅夏天需要用啲色彩去襯托我哋嘅氣質，所以呢一個滿綠全綠嘅鴨子蛋嘅呢一套首飾咧，我覺得夏天一定要同姊妹們安排上。48年老鋪，銀色夠靠譜，好嘢唔走寶，點個讚再走啦！